由世界各地甲台湾华人工商妇女所组成的气管协会，日前伫干事长陈爽时的带领，再次回访高雄农民病院台南分院，一方面针对进前的轰炸，伫今年10月底完成60床的电动床管证，12月中特别回访，了解电动床的实地使用情形，受到病院甲护理之家的长辈热烈的欢迎甲肯定。很荣幸哈，也很感到非常的开心哈，能够接受到我们很优秀、充满爱心又美丽的行善团队，就是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。由我们陈监事双喜女士哈，那个带领我们美丽的大使哈，爱心大使来赠送我们医院60张的那个电动照护床，嘉惠我们的农民伯伯哈，我们那个护家的农民伯伯有了这张床以后呢，他们就觉得他们的行动呢就变得是起床啊就不用那么累哈，然后生活上的那个功能啊还有品质都提升了很多，那我们真的很感谢，也很荣幸啊哈，真的谢谢那个我们陈监事长双喜女士哈，然后率领我们所有的爱心行善团队哦，真的是我们妇女界的台湾之光啊哈。那因为我们这一任的第12届的总会长祝伟总会长，他发起一个全台湾哈，我们的全国的一个各个地方所需要的电动床的捐赠，结果唤起了我们世华姐妹的一个爱心，所以一下子我们不止台湾全国，还有世界各地方的姐妹都来募捐这个病床，有1200，一下子就了1200个电动床，所以对各地方的医院所需要的，他们都得到很大的帮助，所以他们也很感谢我们。因为协会伫今年初拜访的时，发现7楼的护理之家配置的拢是传统手摇式的照护床，为了让护理之家的长辈带了更加舒适，同时嘛减轻护理人员照护的负担。总共捐赠60床的电动照护床，因此院方嘛特别回赠感谢章加琉璃的讲座，由着协会干事长来代表接收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